咱台湾人一年上班的时间，伫2021年是2000点钟，排伫咧全世界第4名。上班时间当干真正有效率的。前时阵英国有做一项研究，发现讲一礼拜休3天，这上班的效率颠倒更加好。对学者认为讲，咱的政府通找服务业来试办看卖，无定着少年人愿意去做服务业。 某县市做俩零制度，头尾差不多10档。伊讲过去食人头路，上下班时间拢无法度家己控制，过去家己出来做。店面上班一定是10点钟上基本的，而且店面上班你没有跟公司的同事或说甚至柜台打好关系的话，那其实会影响你的排班。台湾人一年上班的总工时，伫2021是2000点钟，排全球第4名。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嘛提出职业灾害统计资料，讲对2013年到2022，离国会以下少年人过劳的比例有升悬的趋势，尤其到去年，离国会以下过劳比例占6%，比英国较悬。有学者认为，可能甲真济工课也是规定责任制、扣长工时有关系。 当责任制的工作增加的时候，那自然不是用一般的工时来计算，就是你工作要完成。年轻人在工作很容易就超时。前一阵啊，英国做一项研究，发现一礼拜休3天，上班的效率颠倒较好。即阵伫台湾的公共网络参与平台，嘛有人提案，希望台湾加做亚洲头一礼拜休3天的国家。目前吸引2000多人表示支持。它其实有不同的营运的状况，好，那劳工可能也有不同的需求。周休3日的这样子议题的，可以由劳资双方他们依照他们实际的需要来做一个协商。服务业的部分或许可以，服务业它是很多时候是用轮班的方式，它可能本来就有这种弹性存在。 有学者认为，政府无的确会当找大欠工的服务业来试办，豆豆试做，无定着会互一寡少年人愿意去做服务业，一兼2个。记者点入台台北采访报道。